呢間蘭亭國際商場鄰近蓮塘口岸，過完關行過嚟好近。依家越嚟越多餐廳進駐呢間商場，入去望下有咩嘢食先。喺瑞幸咖啡店呢邊入去，入嚟見到呢間順德雙皮奶。有雙皮奶同其他款糖水，對面就有間趙記，有好多間分店，款糖水都好食。隔離有間麵包鋪，麵包款式多，價錢都抵食。跟住見到呢間出名嘅蛋糕店，我最鍾意係原味芝士蛋糕，仲有開心果芝士蛋糕都好食。行嗰啲有間千層蛋糕店，主打榴蓮千層蛋糕，仲有雪糕。如果想買嘢飲，可以試下呢間鋪啦。鮮榨果汁夠健康。呢間象山酥丸嘅糕點都多選擇，推介買芝士蛋糕。隔離仲有間蘆溪核桃酥，有核桃酥同各款糕點。呢邊仲有賣牛肉餅、貓屎咖啡粉、花店都有。食肆有呢間太湖灣，兩人套餐都抵食。打鮮牛肉邊爐可以試下呢間大牛火鍋。姐火主打啫啫煲，不妨試下。如果食東北水餃，要試呢間喜家德，仲有一鍋鍋揀。上到2樓，見到呢間椰子雞係打邊爐，仲可以買成隻文昌雞返去食。呢度有間金哥哥油雞，最後決定食呢間瑤瑤酸菜魚。好多款菜式，見到燒鴨喺度現烤。呢款酸菜魚少少辣，不過啲肉好滑，食飽飽。蓮塘口岸嘅另一邊行過去，原來有個香蓮街市同美食街。不過街市好細，就唔介紹啦。呢度有間酒樓，上去試下先。叫咗叉燒包、小籠包。最好食係呢個麻拉糕。今次介紹咁多，下次再見。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分享我段片啊！